现在，让我们轻轻地闭上双眼，让身心灵沉淀，请化圣号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三位一体的天主，恳求你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养护中心此地中，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王。主耶稣，我们今天把捷安养护中心这个场地、设备，以及这场地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人事物，完全交托给你掌权作王。主耶稣，恳求你的十字架就树立在我们服事团体的每位成员关系当中，和捷安养护中心这场地中，恳求你的宝血从你的十字架请流下来，洁净此地所发生的每一件人事物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和权柄，命令所有和主不相干的邪恶势力及所有情绪化的灵，都必须马上离开此地，归属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底下，不许停留，不许循着相同的管道回到此地来。我再一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和权柄，这样命令你们，你们就必须照做。以上所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到天主面前，将我们的身心灵完全奉献给天主。让我们一起念奉献全人的祈祷，代表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身心灵为天主所用。主耶稣，我以感恩的心进入你的门，以赞美的声进入你的院，更愿以全人进入你的圣所，并在至圣所内，把天主父赐给我的生命及身心灵完全献给你作为活祭。在现世生活中，愿你的心思意念成为我的心思意念，你的心是我的心，你所爱是我所爱。愿你的眼是我的眼，能看到周遭近人的需要。愿你的耳是我的耳，能听到他人内心里说不出口的需求。愿你的话语放在我口舌之中，愿我说出的话语都是建造他人的话语。愿我的手是你的手，能有效地帮助他人，能及时供应他人的急需。愿我的脚是你的脚，有你与我同行，能顺服圣神的带领，到你要我去服侍的地方。主耶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我能与你同工，在现世建立起你的国度，传扬基督的福音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你的圣名向天父祈求和宣告，阿们。主啊，我将我的头脑献给你，我要戴上救恩的头盔。从今以后，我要思念你和天国的事，请你帮助我。我决定不再容许任何污秽不义的思想停留在我的思想器皿之中。主啊，我将我的眼睛献给你，从今以后，我要一直仰望你，单单定睛在你那荣耀上。凡你所不喜悦的事物、书报，我一概不看。主啊，我将我的耳朵献给你，从今以后，我只要听从你的声音和教诲。凡是一切闲话或污秽的言语，我一概不听。主啊，我将我的心志献给你，我要以你的公义作为护心胸甲。求你圣洁的爱充满在我心里，使我能爱你爱人，并用你的真理
为腰带，束在腰上，使我在任何事上不固执己见，使人在我的言行上所看见的是你，而不是我。主啊，我将我的双手献给你，我要拿起信心的盾牌来抵挡恶者的火箭。我相信这一切赖主宝血的遮盖，无法伤害我。我要挥动圣神的宝剑，使我在迷惑、困扰、不知如何面对处理时，能重新回到主生命的道路之上。从今以后，我愿做主的工，凡是主所不悦的事物，我一概不摸。主啊，我将我的嘴唇献给你。从今以后，我愿讲你的话，讯息说见述人的话，凡是闲话或污秽的言语，一句也不许从我的口里出来。主啊，我将我的双脚献给你，我要以凡事求问，时时感谢，事事祝福为谐。从今以后，我要走过之地，留下主的平安与喜讯。凡是主所不喜悦的地方，不能荣耀主名的场合，我一概不去。主啊，我相信此时我已穿戴整齐天主全副军装，我可以抵挡仇敌的诡计，我能得胜，并在父的台前屹立不动摇。现在圣神带领下，我可按父的心意，为主的仆人所需要的一切开口感恩与祈求，奉你的圣名向天父祈求和宣告。阿门。画圣号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阿门。